咱先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也互阮有这个时间组织做伙，阮要对信仰来搁较了解，也求主你帮助阮，赏赐你，互阮有你的智慧来了解，互阮会伫生活中间所拄着的问题，也会当透过你圣经的话语来帮助阮。阮将今仔日永暗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祝你亲自将你的圣神赏赐互阮，互阮会通听明白你的教示。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咱先来看漫谈基督教信仰甲人生啥物话是基督教信仰？有真侪人拢咧问特别是讲咱台湾是用民间宗教。道教是最多的啦，佛教然后有一贯道，那道教其实各有足侪无共款的偶像神明伫即种的背景的内面，咱要安怎来思考，也是讲别人安怎看咱基督教？我想这个有一寡咱来去思考。当然，咱对咱家己先来了解啦我袂一字读啦我这个互咱看我大概用我现在的口语来跟我们讲有真侪人讲恁基督教徒，基本上这个称法是错误的啦咱唔是信教，了解我们信的是基督的信仰所以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基督的学生啦。所以基督教的生命其实是要学耶稣基督。那你如果是教徒的时阵你就变成什么？我长老教的，我浸信教的，我什么教的？那你就会被那个制度绑死，而不是信仰，不是跟着信仰这个我想咱家己来厘清。当然，你的朋友若甲你讲恁基督教的嘛无要紧啦，因为他不了解但是我们自己要很清楚，我的信仰是信基督，不是信某一个宗派、某一个教有的人会甲你讲你信教的、食教的、你入教的啦这若伫像讲我较早会伫咧庄脚牧会的时阵，常常拄着有的人常常用迄个教友啦教友。教友也没有错但不是很精确的说法了咱讲会友会比较正确一点这间教会的会友教友是敢若拄则咧讲的迄个教安尼当然开玩笑啦，教友就是有教才有啦没有教就没有安尼这是开玩笑的讲法。但是这个咱咧讲的讲一间教会的会友呢，虽然不是很正确在讲基督徒，可是呢，在提醒我们，咱基督徒对教会爱有卫生，咱属伫某一间教会即马有足侪人是啥物货？是迄种咱咧叫英语叫 shopping around， 就是到处去观望的因为即马教会愈来愈侪嘛，交通也越来越方便嘛，甚至手机拿着，我到哪一个教会？我坐在家里就可以到很多教会去了这种的情形更多。但是基督徒的信仰基本上是一个委身的信仰不是干那索取的所以伫这个中间，我望这个，互咱来了解，咱属伫迄个教会内底，咱是一个委身，伫遐咱有得到帮助，咱嘛伫遐会付出亲像我明仔载的这个读经的分享内底去讲到。好的邻居，用好的撒玛利亚人来讲，就是讲，咱受呼召是要去行做人的帮助，而不是说我只是在这个坚持一个教义、一个组织安尼尔定咱伫生命顶悬爱显现出来。当然，你的朋友伊毋是基督徒，伊甲你讲你食教的，迄嘛无啥物不礼貌的说法，迄是对因的宗教习惯来讲知影就是讲，真侪民间宗教的人，因拢会去对人去去进香，因拢会做伙去啉食你若有机会去泰国的时阵你就会发现我去泰国几若摆
透早吼去迄菜市啊吼，迄每一个担吼，迄头前拢有一块刀啊，拢包几若包，包几若包，包几若包吼，为什么你知影？供奉这些和尚，迄就是够。因咧讲是这个方面啦，吼因就是安尼，迄和尚就开一台车，逐担就收，逐担就收，再默默转去呢佛寺内底安尼吼。所以这个是迄个是因的所在较明显啦吼。伫咱过去嘛是差不多安尼真济信众，伊若去进香的时阵，伊拢会去供奉。其实毋是干那讲供奉因的讲偶像尔，其实伊摕真济物件，就是去供奉遐和尚尼姑。咱讲古早迄种庙寺拢伫哪山顶对无？因无在条，亲像安尼菜市仔就迄落，伊拢摕起啊吼。这是因的宗教行为咧讲的，当然无适用伫咱的基督徒，也是讲咱的教会团体内底。咱一般称做信徒，还是会友吼。拄则讲，咱真少用教友，咱嘛无会讲咱是信教的吼。这个概念我想咱爱需要有啦吼。基督徒的信仰甲人生到底有啥物关系？今年在1937伫我荷兰的第一页的中间，我讲。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智慧的人会当得到伊啦吼。上帝予咱的生命吼，上帝予咱的生命，在大概第五段那个地方吼，箴言11章30节吼，那上帝予咱是要予咱得到迄个生命。咱咧讲的生命，不是说长生不老这种生命，咱咧讲的生命是一种永恒的生命，在讲的是属灵的生命吼。较重视这个方面啦，吼。咱咧讲的永生，请我们记得，永生绝对不是肉体的不死，而是灵的再生，吼。这个我想咱来做清楚。哪尊讲我今天信这个基督的信仰是肉体的不死，那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很多看起来很奇怪、长得非常老，然后走路就这样子的老人，可是没有了，哈。那我们在讲的是一个灵的方面的哈。箴言13章14节，以下各讲，智慧的人的训诲是生命的泉源，使人避开死亡的网罗哈。这个死亡的网罗，其实我们在讲的是撒旦的权柄这个会牵涉到后面我们会讲到说，耶稣对四哥咱讲到迄个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讲这个部分了哈。在新约的经文里面也提到生命的观念哈，咱今嘛第一页的下半段了哈，最后面了。罗马书12章，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哈，1到2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上帝的仁慈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上帝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世代，要借着心意更新而变化过来。你们可以查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讲基督徒的性命就是要活地的时阵，就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才叫做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努力活出基督的样式的话，那我们就无法被称为基督徒。就是说，亲像那个新的诫命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讲。新的诫命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这个就是活祭，活的见证活的见证。拄则咧甲姊妹咧讲足侪民间宗教的人，伊讲基督教拢无足不好的，拢无咧拜祖先。但是咱强调的是讲，对咱的长辈世代是安那，在生活的时阵会尊敬甲关的，比伫死后举香甲拜。用迄个素果，伊食会到袂？食袂到的物件啦所以迄个活地，迄个见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另外一部分在讲生命的某一个程度来讲，基督徒的生命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是爱安那，爱愿意一寡部分的牺牲啦就是讲咱嘛要付出我们的恩典是白白得来呢，还要怎样？白白的舍去这是基督信仰内底
所以咱会当看见讲，第一次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伫安提阿的地方。在安提阿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为基督徒？因为因的行为、因的生活，拢亲像耶稣基督在生的时阵的样式。他们一起剥饼，一起赞美，一起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所以因遐的人，周边的人有一点取笑他们啊，这定就是拢在对迄个耶稣的人。可是后来这个就变成基督徒的一个代名词，这个是，等到我感觉即摆看起来是一个足水的见证啦，好。最后的部分就是讲，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一种生命展现。咱拄则已经讲的，是一个生命的历程。我是安怎会安尼讲呢？因为有足侪人讲我著洗礼了我著基督徒，我一定得救。对不起，我不敢这样保证。我不敢这样保证。为什么？因为洗礼之后是一个得救的旅程的开始而已。从英文来讲说，那是一个 journey， 是一个人生的旅程。那你要经历很多的恩典，你可能要经历很多的困难，在那个时候都是信心的考验。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约伯记的时候，乐长40几章拢是伊咧伫遐咧经历伊的苦难的中间，伊咧去思考讲上帝有伫咧无？上帝到底是安怎互这个代志发生？伊经过真久的这个思辨了伊才发现讲原来上帝早就伫我身躯边，较早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见你所以耶稣讲真清楚，基督的信仰是啥？要使咱有平安啦我用这个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来讲，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软和谦卑，你应当负我的恶，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心灵的安息。我的恶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伫这中间，咱有几个物件，咱来思考。我写伫遮有8项啦劳苦背重担的人，是咧讲咱伫世间顶悬拄着的一寡艰难，兼且是体力上的。工作上的，实际生活遇到的困难，或者是心灵上的。现代人心灵很多有问题有困难的特别是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哪里都不能去，哪里都要戴口罩，哪里都要受限制的时阵，有足侪人有迄种啥忧郁症，会走出来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是什么意思？亲像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讲的，所有相信他的人就必要得到救恩，迄个意思。所以到我这里来，不是讲干那坐伫遐尔尔，迄个到我这里来是讲相信耶稣基督会带给我平安，这样的人你就有得安息呀有足侪人讲，愿你得安息咱咧讲安息主怀这4个字，后来变成专有名词。想要变专有名词，死人的时候才用啦，众类时才用。但是我跟你讲，安息主怀是随时都有的，我也可以随时安息主怀。我定来甲兄弟讲开玩笑讲，我若咧转讲是咧讲道的时候，你拄久安息主怀，我就感谢上帝，无要紧。做你困，因为安那耳朵关不掉的。你眼睛关掉了，你耳朵还是听得到我的声音。那你真的累了，也没有关系，因为耶稣已经保证你到我这里来必得安息。耶稣讲我是柔和谦卑，他是一个爱我们的、怜悯我们的、赏赐他的救恩跟赦免的。伊讲我的脚车脚车意思是讲，亲像较早咧牛咧拖车。迄个軛啦，迄个軛伊讲我的是轻的啦，咱的是重的啦，意思是讲伊要甲咱换啦，互咱得到比较轻省的，所以来主学习的，来主来跟对伊行的，必得是什么意思？是应许
必要实现。我们说上帝是信实的啊，这是必定的。伊讲我的当是亲的吼，咱拄则讲的吼。所以基督伊真清楚表达基督徒的使命是因为咱有需要，所以伊才降生来这个世间，体会咱的苦，替咱背逆咱的重担，替咱定伫十字架。迄个定伫十字架的恶是我们的恶，是重的，他把我们拿走了互咱的性命得到改变，互咱会当放下旧的生命，背起新的生命，然后继续来对伊的脚步来行安尼啦吼。过来接续，我大概甲我所要伫即几礼拜要甲咱分享的，我会放伫即个内底，有主导文啊，有使徒圣经啊，新的诫命啊，10条诫啦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啦吼，过来咱伫长老教会，咱嘛爱认识长老教会是啥吼他的教义，他的组织个信徒须知，一个教会的信徒，我拄则讲啊，会友迄个尾声，那信徒我们应该要怎么做过来洗礼甲圣餐的意义，然后当然我们在三峡基督长教会，咱就爱认捌咱的历史，咱的教会甲咱的组织我大概会用这几个方向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再一次讲，说你随时有问题都可以随时问，你要现场问，还是用 email 问我，还是私底下打电话问我都可以都没问题。好，这个先听到这，有问题不？有没有？有没有想要问的？